文化新眼界，美丽岛的事件到达已经40多档。国史馆用20年的时间收集政治单位的关户资料，把这寡资料整理出册，也出为权时期军法和司法的处理流程。 1979年，美丽岛事件对台湾政治甲民主发展影响真深。想起40多档前的过去，当年的当事者也感觉真感慨。真感慨，嘛真感谢，就是讲，咱的政府会当真正式用国家的力量来将这的史料来公开嘛。至少我们活过那段时间自己做的行为有见效。 OK， 起码有这种一个成就感。为着更加清楚展现赛后逮捕精神，政府对党外活动的监控，国史馆今年特别出版8本美丽岛事件的史料汇编，整理政治机关为主的官方档案，发现有不少是用线名，或者是用所谓工作关系甲运用关系的化名。2002年的9月就开始访查各机关的美丽岛事件档案。 那初步的成果呢，有4000多件档案，大概270张照片。有2个不应该有的那种错误或者扭曲。第一个是把民进党整个运动解释为高雄事件。第二点就是说，大家在谈民进党运动的时候都太重视个人，这是个时代的一个大运动，并不是几个人的英雄行为哈。 国史馆表示，所落去会阁继续收集整理史料，打算进一步处理美丽岛事件的案外案，包括林家血案、高俊明案，甲延续几多年的国际救援议题，互本案会当更较详细、完整展现伫个国人面前。记者阿敏金丹波罗台北报道。